传牧师今仔互咱的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上帝对世界宣告的有味。上帝对世界宣告的有味。感谢平安。咱的总会有要推广迄个印雅伊的即个暑假的运动，然后中会嘛咧呼吁印雅伊的即个暑假。所有的台湾基督教教会，或者是地方的教会，拢开始咧思考印雅伊。所以咱今年咱的教会即个意向是为主旨着更较侪灵魂。咱的主题就是听守国家台湾建团基督福音。当咱所读的即个圣经节，伫马太是差不多圣诞节才会读着。圣诞节咱除了想到讲一个婴仔出世的欢喜以外，咱可能无想到另外一个真要紧的主题，就是伊是一个宣告的开始，伊是一个宣告的陪伴。耶稣基督的出世来到这个世间，无改变上帝迄个救赎的计划，反倒等更较具体来说明上帝迄个永远无变传福音的一种计划。透过婴仔出世来成就这个宣告。今早日咱要做伫这个所在来思考，上帝对这个世界宣告到底有做啥款的陪伴甲准备？咱看见上帝是一个准备的上帝，咱看见上帝是一个陪伴的上帝。伊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伊也要准备，用时间去准备的顶面，然后到时间适当的时间到时阵，伊就成就一件代志，亲像耶稣伫遐来出世共款。首先，咱要做阵来思考的是，宣告上帝、传福音的上帝，伊差派先知来为着伊来做陪伴。圣经内面有真侪先知，旧约的先知，拢咧讲起着，拢咧预言有一个婴仔会出世。米迦书内底5章第20讲，要有一个对你出来，然后何西阿先知讲，就对埃及跳出我的囝来。耶利米的先知讲，我要甲大地兴起一个公义的后裔，伊要掌王权。旧约的先知内底有超过300位的圣经，300位的圣经，拢咧讲耶稣基督即个比赛啊，一天要来到即个地球，咧成就即件代志。有数学家咧算讲，300个预言，啥物叫做预言？预言就是讲吼，我伫即个所在讲，差不多500年后会发生的代志，这个是预言。啊，你讲，但是我咧预言即件代志发生。旧约圣经有300位的先知会出，300位的先知的预言的圣经在超过300位的圣经咧讲，即位耶稣基督会来到即个世界的成就。数学家咧算讲，迄个几率到底有偌济？譬如讲，咱今仔日即个礼拜从3号到4号有300个人，咱即300个人，大家来讲，咱台湾过500年后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如果咱伫即个所在每一个人讲的代志，拢会成就哦，啊嘛准拢实现。安尼你想伫数学上，迄个几率到底是偌济？会偌准？300个人讲的哦，500年后发生的代志会准哦，会成就哦。安尼迄伫数学上的几率偌济？有数学家咧算讲，这个旧约圣经300位以上的圣经节，毋是300个先知，300位的经节以上咧预言耶稣基督的成就。这个数学家算出来讲吼，讲是53700万分之一的机会，讲会着着，会成就，迄个机会是53700万分之一的机会。啊，你看迄机会少啊？无少，有够少。不过圣经讲，这个事都拢成就。所有圣经内面预言的，拢成就。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伫马太第1章20讲，这个事拢正是要应验嘱托先知所讲。一句话真简单，总是一句话真厉害。这个事拢正，拢是要应验嘱托先知所讲。无简单的，迄个机会是少到即个程度，总是拢正。是安怎拢正？上帝互这个事拢正，因为上帝要伫迄个时代用这个先知，伫无共的时代阶段中间来为上帝做工，互上帝所用，
然后传达上帝的旨意，然后为着上帝做见证。上帝找这个先知，伫伊的宣告福音的顶面，互这人做先锋，先伫遐一直宣告，讲有一个人要来出世哦，这个人要降生伫伯利恒的所在哦，将来要成做拿撒勒人。有一天伊来到咱的中间，这个先知算头一批，上帝找因，还未到来生伫遐一直先做宣告的批判，就是上帝，伊是一个宣告的上帝，传福音的上帝，互这个先知为着这条道路先来做批判。第二项，咱要讲宣告的上帝，除了选先知以外，过来就是找派选民来为着宣告来做批判。先知是搁较早以前，但是过来呢，就是上帝咧竞选一个民族。创世纪内面，咱咧看去讲，上帝先呼召亚伯拉罕，了后甲以色列百姓，亚伯拉罕来带来即阵的百姓，就成做以色列百姓。所以亚伯拉罕甲以色列百姓就成做上帝咧竞选的。上帝毋是干为着即个民族以色列人，圣经讲以色列人伊受竞选，毋是因为伊强，嘛毋是因为伊是人口的中间上济，毋是。上帝竞选以色列百姓，真了迄个目标，就是要拯救全所有世界性所有的人类。所以上帝先经亚伯拉罕的时阵，甲亚伯拉罕安尼讲，地洲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地洲的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然后后壁了后开始有以色列这个小小的这个民族开始成就的时阵，上帝互这个民族通过上帝的救赎。甲上帝的计划，伫即个以色列百姓的成就，伊所经历、所拄着的这一切顶面，斗去甲选。咱就讲是啊，上帝要竞选以色列百姓，伫人类历史的过程中间，上帝竞选以色列百姓几个目的？第一个目的就是，上帝要用以色列人来成就全世界所有的民族。伫迄个所在讲起着上帝的启示。爱这个民族来接受上帝的启示，爱这个民族来维护。上帝话一定爱有一个民族嘛，对吧？我上帝话吼，伫咧空中袂当真具体，爱有一个民族去经验着。这个民族呢，上帝拣选以色列百姓，所以上帝特别的启示，爱这个民族来接受。过来呢，爱这个民族去维护上帝这个启示。这是以色列百姓受拣选第一个真要紧的原因基础。来讲以色列百姓。要成做即个救赎主，进入历史中间的一个媒介。咱若讲上帝吼，无食人间的宴会，免食牛肉，免食饭，安尼讲这上帝甲咱拢无啥物关系。总是呢，上帝所竞选的百姓呢，爱行入人类的即个历史内底，所以即个民族呢，爱甲整个即个世界民族有关系。所以你看去讲以色列百姓就到。伫当时的埃及附近的这个民族，甲这个国度，拢有紧密的关系。上帝要通过安尼行入人类历史，爱有一个媒介，以色列百姓这个民族，就成做一个上帝进入人类历史中间的一个真要紧的媒介。以色列人要做这个真要紧的使命，为这个要紧的这个事件，上帝要互因进入人类历史内底。第三个目的，以色列人伫万族的中间，要成做上帝的老母，总是。嘛要成做上帝见证者。有一工人要讲上帝，啊无人知影上帝啊。所以以色列人伊爱伫迄个中间，伫遐做上帝的老婆，嘛甲遮其他的民族讲，阮所敬拜是耶和华上帝，伊是一个真的上帝。人通过因所经验的，才讲哦，有一个真真活主，有一个宇宙的创造者。所以以色列百姓是成做上帝所要竞选的一个老婆，一真老婆，总是伊嘛成做一个见证的。见证者，然后上帝竞选以色列百姓，一方面伫竞选的过程中间，互伊稳定，过来一半是审判，互伊稳定，然后审判。所以就看去讲，当以色列人伫因咧做见证的过程中间，如果因无顺服上帝，因无顺服上帝的时阵，上帝就互因伫迄个对立的中间，无得到拯救。伫遐食苦，因若无顺服上帝时，但是如果因若会晓伫迄个所在来顺服上帝，无违背上帝时阵，上帝就是伫因的对敌的手中，将以色列百姓
拯救的，一个见证上帝拯救的能力。啊，伊无听话，上帝就通过别个民族来甲因欺负，来甲因教示，即个证明上帝的品德。无听话，我就伫迄个所在甲恁教导。恁若有顺服，我就会对敌的手中甲恁抢去，拯救倒转来。一方面恩待以色列百姓，一方面审判以色列百姓。在恩待甲审判的过程中间，佫有一个真要紧上帝的目的是。要彰显上帝的名，上帝毋伊的名会当伫以色列百姓即群民族的中间，伫头壳中一直记哩，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，恁顺服我，人背叛我。这是咱讲，咱的宣告的上帝，伊的品德。今仔日的教会，近21世纪的教会，已经是一个新的以色列百姓，然后要成做上帝的选民。这个世代21世纪，无论伫台湾的每一个所在，教会就成做上帝新的以色列百姓。上帝互教会的使命，就是要传福音、宣教。亲像使徒行传伫第1章的第8节讲我要做我的见证。使徒行传的第1章的第8节的最后一句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经节，讲要做我的见证。做我的见证。初代教会因出来传福音的时阵，因较毋是因为大使命。今仔咱咧讲大使命时，咱一定要用到马太福音的28章。马太福音的28章最后迄2、3节，咱咧讲迄是耶稣的大使命，就是恁就去普天的传福音，互万百姓拢来归伫我，甲因行出来，互因用安尼来归伫我的名。马太福音的28章后壁一几节的圣经，是咱咧讲是大使命。总是咱人去的一件事。初代教会的遐个兄姊妹，因无因为大使命来成做因传福音的动力。大使命是一个命令，初代教会这基督徒因无受到这个命令来影响。啊，那安尼是啊，初代教会伫使徒行传，这人因伫迄个所在做遮要紧的代志，传福音是安怎？是因为。圣神甲伊三角伫咧，所以圣经咧记载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的见证了，就讲起讲，古孙节了，教会主动成做一个见证的团体，大家人拢出来，圣神伫伊个心中，所以感觉无宣讲耶稣基督袂使，都爱逐位伫迄个所在讲讲起耶稣基督。圣经伫使徒行传第5章的28节遐讲。因伫遐讲耶稣，直到上帝道理充满耶路撒冷城，无人命令伊哪会安尼做，总是圣神伫因的中间，因就爱伫遐将上帝道讲起耶稣，耶路撒冷的每一个角落的所在，大家人拢会当听到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圣神甲伊三下同在。就是初代教会因为领受到即种圣神的馈赠伫伊的心情。第三，咱要伫即个所在看会讲。宣告上帝亲自来提办，传福音的上帝，伊有差派先知，伊有选以色列百姓。若是安咱要讲，上帝本身，上帝本身，伊伫宣告顶面就是亲自来做提办，甲做成即件传福音的工作。你敢有经验？咱的上帝亲自做宣告的人，咱所敬拜的主，咱所敬拜的上帝，伫历史上。咱咧讲，所有的宣告的起源，毋是对历代的圣徒开始哦，毋是，是对咱的上帝开始。如果咱伫即个顶面，若无用传福音是对上帝开始的观念的时候，你就做学得了解咱的上帝。你当旧约开始掀开，伫创世纪开始看的时阵，你就真学得了解咱的主，咱的上帝。因为伫人类历史的发展的过程中间，上帝看起人的软弱，看起人的罪性。看起人的无助，看起人无法度家己救家己，上帝伫迄个所在发起一项代志，我要拯救即群百姓。啊，要安怎拯救即群百姓？所以上帝就爱找耶稣到人前，互耶稣道成肉体。所以宣告的上帝本身若是咧做传福音的时阵哦，你别找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耶稣就是上帝啊，互耶稣来到伫这个世间。所以咱讲，上帝本身咧做宣告，
上帝本身在做传统因的工作。当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正做世间人的迄个款式的时阵，路加福音的第4章第16节到32节咧记载讲，耶稣伫迄个安息日的时阵，就伫迄个会堂中间，伫遐甲人讲道理的时，有伫遐来读以赛亚书的第61章第1节到第2节。主耶稣安尼讲，安尼读互大家听讲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，因为耶和华应由我，互我传福音，互丧险的人，找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受掠的得到讨饭，受赶的出家牢。耶稣伫会堂的中间，将以赛亚书61章第1节、第2节伫遐读互大家听了后，佫做一个解说，讲起即个信息的道理，互大家听。不过呢，会堂的人吼，无人要听耶稣的传福音，会堂的人吼拒绝耶稣。所以，甲耶稣拖去外口，要甲等伫迄个外口的所在，要害耶稣死。到时耶稣就离开逃走。耶稣经历这件代志了，伫路加福音的第4章的24节，耶稣有真感慨讲一句话，然后伫遐来讲伊家己的新闻。耶稣安尼讲，路加的第4章第4节讲唯有先知伫本所在，互人接来。唯有先知，咱听清楚哦。耶稣家己安尼讲，唯有先知伫本所在，互人接纳伊。所以耶稣讲伊家己是啥？伊啥物角色？伊是先知，是最后一个先知。伊讲唯有先知伫本所在，互人接纳伊。伊是一个先知来到伊个会堂，要宣讲上帝的道理，总是人拒绝伊。耶稣家己清楚，伊是先知。伊本身就是上帝的先知，伊嘛是上帝来到伫即个地上。总是咧，一个先知真要紧的使命是啥物？先知要紧的使命就是要传讲上帝的信息。第二个目的就是要讲起着上帝永远无变的计划，拯救的计划。上帝互独生圣囝耶稣来到地面上咧做宣告、传福音的事工了后，佫有一件事要甲所有地面上的人讲。当耶稣要离开这个世间，到天顶就天的时阵，耶稣佫有一项真要紧的代志，甲世间人伫遐讲恁着安怎去传福音。安尼想讲，耶稣你着无要甲阮做伙啊，你着要离开啊。但是耶稣甲伊讲，我就是要找你。所以有经12个学生，路加福音今仔所读的圣经在讲，有经70个学生，然后70个学生该分做2个人一组，2个人一组，所以是35组，就准备传福音。耶稣要离开因啊，总是过来一下，过来找派因来承接一个宣告跟事工。所以伫顶整个咱的今年度年初的时阵，咱伫遮来思考这个圣经在，咱咧想教会，咱咧想总会，咱咧想中会，你讲一领伊的事工，咱咧教会会当时啊来准备，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宣告的上帝，咱的上帝是一个准备的上帝。真早以前，就透过先知，透过以色列这个选民，伫迄个所在已经咧做这个批判，然后到伫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伊本身咧做传福音的工作。离开了后，佫将这个工作，佫将这个使命放伫咱的身上。当然，2012年，咱来面对着咱所来讲的一领伊的事工，那安尼，咱的永福教会宣告福音的事工的准备，到底咱来准备啥？咱来准备啥？牧师今日要甲咱分享2大项，伫咱的今仔日的礼拜中间。第一项是咧讲，若是安尼，咱的永福教会团契。对着一领伊的事工，咱的准备要安怎备办，然后个人甲家庭，咱面对着一领伊的准备，咱要安怎备办？一领伊个人甲家庭的备办，牧师印伫咱的周报第7页甲第8页的所在，咱会当来看。团契的部分，咱会看咱今仔日的PowerPoint的所在咧，甲咱讲，到底咱的团契爱安怎来做即种的备办？咱的团契有无共款性质？有诗班，伊是一个服侍团契；咱的团契嘛有聚会团契，伊会当用聚会来成做伊伫团契中间的造就。所以咱要三角来想，若是安尼，第一个部分，咱永福教会团契，咱要安怎来伫这个一领伊的顶面来回应上帝
做即种的陪伴，伫今年度2011年，第一项咱要三甲来想，咱的团契的精神甲根基，用心来做即种的确认、中间有三角的真要紧的点。第一个点就是咱伫团契中间，咱的灵命深度爱强调。你想看觅，咱的团契中间，大家人来伫即个所在，互相伫遐交陪，你好我好，大家好，你烧我烧，大家烧，信仰若无深度的时阵，灵命无深度的时阵，即个团契留袂了真好的人，即个团契敢会当留着爱佚佗的人，爱交陪的人，所以团契你爱重新建立即个根基，啊，你灵命爱深度，这是第一项，第一个点。第二个点是，咱的疼心甲关怀爱有看度。咱的团契咧关心的人，你想看觅，即几档的中间，咱的团契关心的人，是毋是限定某一种阶段的人，某一个阶层的人？伊个看度若无拍开的时阵，咱的团契真困难伫遐来进步。第三个，咱的团契中间的第三个点，宣教的制度。伫咱长老教会法规所有法规中间，每一个团契的宗旨内底，拢有讲到一项，爱宣扬基督死，宣扬基督就是头头用。总是有可能，咱的团契伫自会过程的中间，偷偷将即个宣教即个家己忘记，所以迄个宣教的制度，咱就无去强调。所以这三点是一个铁三角、铁三角，咱若会当开始团契重新整合。清楚这三点的要紧，成做团契根基的时阵，到年底你会看起咱的团契，无论你啥物款的团契，你会感觉你的团契真无共款。第二项，老师伫这个所在要建议，咱这个团契会当来设定几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咱的团契每一季，第一季就是伫正月到3月中间，咱来做一个预备期，准备的期限。伫准备的这个中间，咱的团契会长、副会长，爱甲这个干部。做伫团契中间来做一种的宣导，咱讲正月到3月是一个咱团契准备的时机，爱伫遐有祈祷甲陪伴。然后第三项团契，咱会当家己安排咱的祈祷时间，看咱的团契聚会性质，你会当伫聚会进前有一个祈祷时间，还是要放伫咧聚会煞了后一个期间，但是鼓励咱的团契兄弟姊妹来参加祈祷的拢不要紧，或者兄弟姊妹团契这兄弟姊妹清楚一件事。一个第一季是一个陪伴，1季到3月中间，咱的团契要做这种团福音的工作，先爱伫遐有共识、有陪伴心、有祈祷，来凝集这种信仰，准备徛伫遐。要走小日的人哦，无人讲徛咧走。第一个阶段就是先爱拍手试，迄个是一个准备，准备好，等唱声大落去了。再当起来，才开始唱。所以，迄个拍落去，手试落去，迄个是一个陪伴，准备要起跑。所以，正月到3月是一个准备期，一个团契会长，甲这个干部会当开始思考。然后第4项，伫准备期的中间，呼吁每一个客友提供1个到2个家己身躯边啊，著信主的这朋友的名单、亲人的名单拢不要紧。这个名单毋是干空手空手，毋是。你将这个名单，你要替伊祈祷，这个名单，来交来互你的团契会长，啊，毋通安尼尔，爱交来互师，要伫祈祷的中间，咱就开始2个管道，团契甲祈祷会，积极为着团契中间，咱所要认领迄个人，迄个亲人无信主的，为着伊迫切祈祷。你想看觅啊？每一个团契的人，若为着咱所提迄个人还未信主的名。伫团契中讲，常常摕到即个名，无一定看到即个人哦，常常摕到即个人，替祈祷的时阵，你想，即个人有一天也来咱团契的时阵，咱会当接来伊，咱会比无看到即个人，无讲起即个人的名，较容易接即个人。有一天伊信主，有一天伊决志，咱若甲伊带来伫团契，咱甲伊作成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先听伊的名，已经替伊祈祷真久，所以当伊入来咱的团契，伊欢喜信主入来咱的团契的时阵。咱会感觉足亲切，上帝引带伊来。我家己即件代志顶面，我嘛有空的，因为我为着即个人嘛祈祷一段时间，咱就会当接即个人，
真侪新诶人入来咱诶教会团契中间，真学咧受接受。原因就是伊甲咱真足清楚，无祈祷属灵诶即个关系，咱甲伊无法度真接切。所以爱伫第一个阶段中间，要有即种诶批判。第五项，团契会当安排进入第二季，就是4月到6月中间诶聚会内底，咱诶团契诶干部会议中间，咱会当开始来安排，开始讨论，安排即个个人报道诶训练内容。无论是属灵思虑也好，三福传福音的方法也好，还是有社主也好，拢要紧。还是耶稣基督的精神，每一个人拢会晓来传福音。口才无好的，口才好，拢逐个人拢爱会晓培养即种精神，会晓甲人分享。所以，咱就会当团契中间开始安排即种的聚会内容。第二项，第二季4月到6月，伊是一个关怀期，吼，准备期了就是进入关怀期。这个关怀期就是要测量咱的行动的温度，到底是啥物款的温度的机会。每一个客友，每一个团契客友，咱就要凭着咱的疼心甲细心，开始关怀咱的周围遮的所认领的人，认领的人。你会当用你的方法，用你年龄会当接受的方法，看是卡片、电话，甲伊问好 ，email 应该是少年人的方式，拜访。安排食饭的机会，听讲做阵运动，用这种有意识的报道，这个时间开始做有工。你甲伊做这个批判，甲伊联系，你看吼，拢毋捌甲伊联系，然后甲二弟做物囝，伊讲哎呀，来教会哦，听报道的，咱也无甲伊有联系啊。所以这个有备期第4月到6月是一个真要紧，甲伊建立一个真要紧的关系，甲伊做朋友，时常甲伊有做阵的机会。第7项，咱的团契开始爱拟定。一当的中间，咱有几摆次数，也是要用倒一个时间，咱要去公共场所，伫迄个所在来分福音单张，更新周刊了嘛的，培养宣教的一个诚甲勇气。有人讲哦，我毋敢分咧单张咧，哦啊，去火车头要共分，哦，我会惊。培养即种一个诚甲勇气，所以团契爱带动，做阵来做即件代志。恁家己会当决定一年要几摆，要用啥物时间，要用礼拜一下晡，要用拜六下晡，拢不要紧。团契会当来做这个批判。第8项，进入第3季，就是7月到9月，伊是一个三头期。三头期的中间，咱的教会可能团契内面爱做准备，就是咱要送咱所认领，你迄个无信主的朋友也是亲人，啊送一个礼物，传福音吼，一定爱付代金。咱毋通想讲传福音拢无要了钱。讨厌爱付代金，送伊一个 CD， 福音的 CD 互伊听，还是送伊一个福音见证的册，互伊拢了紧。然后找一个适当的时间，甲伊分享伊看了的感想，听了的感想。团契会当伫迄个所在考虑到，咱会补助，即个团契每一个人响应这项代志，要来带伊一个两个无信主的人，为着伊祈祷的时阵，团契会当考虑讲来购买即个册，福音的见证的册。也是统一菜讲，真侪团契咱拢存足侪钱的，年底存真侪钱。你想看觅，存遐钱要创啥？真正兄弟姊妹为着咱团契方面，你看咱2月份要开会啊，好，你甲看咱做伫团契，拢存真侪钱。团契毋是要来欠钱，总是无事毋是要甲咱讲，咱就随便开钱。存钱要创啥？若毋是做宣教事工的准备的时阵，你迄个计划无啥物特别意义。所以团契你会当开始来思考，阮要安怎通过安尼来做福音事工，然后做阵来帮咱领真领的人，安尼送伊一个细细一个福音的礼物，甲见证有关系，甲福音有关系，甲耶稣基督有关系的礼物来送互伊。我想这非常有意义。到时要进入第4季，就是10月到12月中间，这是一个收获期，嘛咱每一个团契开始咧思考。对10月到12月份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时间。咱的团契爱家己也晓办福音的迎新会，咱的教会拢会办迎新会，这是教会性。总是咱的团契爱晓办迎新会。目前咱的教会有咧办迎新会，大概就是青年团契甲少年团契这两个单位，我所期待这个迎新会是会当扩大。对10月份开始到12月份，咱的团契就是爱真密集。伫遐办即个迎新会、福音的地会、福音的餐会、感恩节、特别的聚会、圣诞的聚会、圣诞报道会等等，然后甲教会配合。有当时啊，团契办，教会无办的时间，团契来办；
教会办的时，甲教会配合，邀请伊做阵来参加，然后甲咱的团契教室小可布置，互伊较温馨的，莫死查查，亲像一间教室安尼尔。新的朋友会当伫迄个中间，甲咱做阵来参加即个咱特别安排的即个聚会，然后第10项。爱伫陪伴咱的新朋友伫团契中间的聚会过程中间，嘛陪伴伊来参加主日礼拜，主日礼拜伊也毋捌参加着足侪所在、足市所，啥物时要徛，啥物时要坐，啥物时要看泡沫，啥物时要拼圣经，伊拢无清楚。你爱陪伴伊聚会，陪伴伊做礼拜，参加教会，鼓励伊参加教会，有真侪造就的课程等等。第一项，咱的团契需要针对新的朋友，伫团契内面爱会晓做分组的关怀、牧养、培育。互因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莫放因伫团契，家己伫迄个所在，伫遐探索信仰，爱陪伴因，互因豆会当成做一个老练的成熟的基督徒，这是咱的使命。最后一项，团契干部，咱来先做起团契干部，咱的人命深度爱培养。你对教会观是怎样？你对顶头生的看法是安怎？圣经真理的实践，你的灵修的生活有建立无？你也将做一些新朋友将来属灵的导师。才有一天，这个新的朋友甲你问：教会你讲啥物叫做顶头师？我毋知呢。啥物叫教会？我毋知呢。你无教我读圣经，安怎灵修？我袂晓，我拢无啥物灵修。你甲这个新的朋友带来了，兄弟姊妹，你毋是干做一届尔。你毋是干做点的一个报道，你是要做线，一条线，就是一直陪伴伊，甚至有信仰的问题，你嘛要陪伴伊。你不晓祈祷，你就教伊祈祷；你不晓圣经，你就教伊念圣经。有一寡信仰的问题袂晓，你嘛爱教伊三角伫遐探讨。你就陪伴伊，当做一个信仰的一条线，毋是当做一个点，带伊来放伊家己伫团契中间，毋是。咱爱当做伊的属灵的导师。所以讲到遮的时阵，咱的团契每一个契约咱怎啊？咱就装备家己啊，装备家己。有即种的人入来了后，伊要学你嘛，伊要缀你嘛，伊有啥物所在袂晓的，伊就要问你嘛。所以你就爱诚做伊的属灵的导师。兄弟姊妹，安尼你想，咱的团契每一个人，若有做即种的备班，甲即种的装备的时阵，你想咱的团契敢袂用？一定用。然后呢，咱的团契用的时阵。新的人入来，你会当去造就伊，你会去帮助伊，然后呢，互伊有一天，伊嘛会当成做一个基督的顶顶，伊嘛去引传人来信主。安尼是看下，咱的团契今年都有做即种的计划，甲做即种备办的时阵，牧师会当甲咱的团契每一摆开，咱的干部会议时阵，甲咱来三角想，你的团契服侍性质会当做到啥物程度？要做较轻的，还是要做较深的，拢了解。介绍咱的团契会长甲这个干部。大家人有即种共识，然后你就开始做一个备办，亲像咱的上帝宣教的上帝，有谁做备办？用时间做备办，用心情做备办。今年到9月底，你就看见咱的团契会甲过去以往的团契无共款。这是团契应领伊的事干。若有人会讲，牧师，我拢无参加团契呢，唔要紧。若是无参加团契吼，咱嘛有咱家庭甲个人的引领伊的时间，咱来看咱的周报，你会当下归你的周报，你的周报伫第7页到第8页，牧师将家庭甲个人的引领伊时间印伫咱的周报顶面，嘛有伫拍板的顶面，你会当两边拢看来看。我若无参加团契，我家己想要来做这个引领伊的时间的时阵，回应上帝听，我会当做啥物备办 ？OK， 咱来看咱的周报第7页。所以，因为伊时间针对家庭甲个人，是安怎讲家庭？有人敢讲，阮两个阿某若做阵去传福音，我嘛会当带一队，哦，这是足水的一件代志，对不对？阮两个阿某带一队来信主，这是足好的代志。所以呢，家庭甲个人的备办，这个所在，牧师咱看第一项，牧师呼吁咱每一个家庭信主的基督徒，咱伫咱的家庭中间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，家庭的祭坛要建立伫拜会，日时啊，暗时要去。照你家己的适应的程度，咱家己去建立咱的家庭的祭坛。伫迄个家庭祭坛中间，你有灵修的时间，你有敬拜的时间，有用的时间，甲你厝内
这是属于全家拢有信主的家庭。另外是全家人还未信主的家庭，你要做啥物款？第二项，牧师伫即个所在讲，假使咱厝内人老人还未信主 ，OK， 你有一个上帝互你搁较大的使命，就是你的祈祷的目标，就是要引传你的厝内人来归主。啊，搁有一个终极目标，这个终极目标是最后的目的，全家归主。第三项，咱就要培养一个恬静的一个见证。啥物叫恬静的见证？就是你伫生活中间，伫工作的顶面、娱乐的顶面、侍奉的顶面、婚姻的顶面，互人看出你有一个真特殊的疼，甲一种和谐。这是一个无言的见证，都免讲，都看你的行动，看你的行为，都感觉这是一个新生命流露出来。人足欣赏，你的周围人，包括你厝内人，真欣赏，因为你安怎，你的表达彰显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这项是一个功课，总是这是一个真美妙的功课，影响人真强。咱来做一件，个人来做一件事。第四项，每一个家庭，也是每一对夫妇，也是个人立志，今年度要娶一对夫妇，也是你是一个个人。你要带一个人来信主，直到伊领洗礼，你有这种的决志啊？你敢有这种的感动，甲这种勇气，到第年底，你也来设定这种的目标，然后第一季1月到3月开始锁定你也未信主的遐亲人甲厝边，每一天提名为着你来祈祷，毋是干祈祷煞尔，咱的祈祷吼，祈祷了拢袂记了，请你伫你的灵修的日期中间来祈祷。你安怎为着这个无信主的亲人、朋友、厝边来祈祷？你祈祷项目是为着你倒一项来祈祷？你家己祈祷，提醒家己为主要得到灵魂哦，是爱用时间，然后将你的名、你朋友的名送来祈祷。祈祷的中间，咱有真侪人要为着你这个朋友来祈祷，更较要紧是为着你来祈祷，因为你变成插这个，所以为着你祈祷，为着你迄个朋友来祈祷。过来第六项，这是一个功课，你可能以后会当安尼做，总是你有可能过去数十档你毋捌安尼做，老师会当互你做参考。开始写你个人的信仰的故事。第一个，则写讲，如果你若是一个初信偌久的人，你的见证会当分做3部分吼。我伫信耶稣进前的生活甲生命态度安怎？第二部分就是我伫啥物机会里面来信主。第三部分了，信主耶稣了后，我的生活甲信仰有啥物款的改变？这是初信者你的信仰的故事。那是你毋是初信者，你已经是传统的基督徒啊，细汉拢伫教会，好，你的信仰会当分做几部分？传统的信仰中间，你的性命早已。第二部分，你经历主耶稣顶头死了后，到底有互你有啥物款的更新的经历？这中间互你有啥物款的困境甲挑战？啊，你安怎调整？安怎靠主来得胜？目前你的信仰中间上界大的起落是啥？第三部分，将你的信仰的见证分做2个版本，吼，注意听哦，分做2种的版本。真侪机会，咱咧共做见证时吼，咱共国家落落去，人讲无时间。有真侪时阵，你要甲讲的是，迄个人来讲，歹势，我无时间，我无时间，我有几个代志走。你一家讲不了真久，讲袂煞，所以你的见证也要分2种版本，一种是3分钟，真短，包括你伫咧个人甲人报道的过程中间，适当的时间将你见证3分钟以内就会当来马上讲了。搁一种的版本是15分钟以上的版本，伊会当消化较俗些。有一天你的朋友较有时间，甲你坐落来啉茶分享的时阵，你就将这15分钟以上的版本甲伊分享。所以你爱了灵巧，亲像圣经讲，灵巧亲像啥？圣经讲咱灵巧亲像啥？蛇，灵巧亲像蛇。这个人伊无时间，你用3分钟甲伊分享；这个人有时间，你用15分钟、半分钟甲伊分享都要紧。你要有2个版本的信仰见证，然后准备好。有人讲我的见证讲了当中种度过去，表示你的见证无受。所以你会当找你的真好的朋友同工，也是上灵的长辈、长辈嘛不要紧。你将你的见证写好了，你读互伊听，念互伊听。因为见证啊，别人听较有迄种感受，所以别人听了感觉啊，你这个所在爱搁小可
修改迄个位数，改一下，吼，莫讲甲遐尔直接，讲我过去吼，拢举刀杀人，吼，这修过敏感，你当改互较歹，较水吼，较咱做足个歹代志，安尼无比你举刀杀人较好，敢是？所以你有一寡位数也是要强调的所在，等别人听了，你做建议，你会当做修改了，你感觉你的见证当搁较互人感觉有感动，所以毋是讲你写准备安尼就讲，敢若分享叫别人甲你建议，你会当做即种的备班，这是你的功课哦，写着你的信仰的故事，挑战咱要哪整理咱家己的信仰。进入第二季，你个人的备班，4月到6月时阵，一个人传福音真孤单，这是魔鬼做工，嘛是一个真了起的开始，咱家己一人去做工，魔鬼嘛要伫迄个中间做工。所以你爱找一个属灵的人看，当然是上好是共款迄个同性，用女的找女的，兄弟找兄弟，一个属灵的谈判。传福音的时阵，伫祈祷的时阵，伫灵修的顶面有一个支持者甲代祷者，亲像耶稣找学生出去传福音的时阵，两个人一组，软弱的时阵会当互相激励，互相安慰；美好的见证的时阵，互相伫遐彼此分享。一个传福音的时，一个伫边仔祈祷。守望祈祷，所以两个人一组真好。你爱找即种属灵的同伴，甲你做伫迄个所在，做同工传福音的同工，吼。第八项，有一寡福音的经节，你爱会想讲要会当背起来是上好，若袂当背起来，你爱一定爱读学习。老师伫即个所在有将几个圣经在放伫遮吼，你约翰3章11开始，遮个经节是属灵属灵四律、属灵四个律，即个报道法中间的几个重要经节，你会当甲伊读学习、用学习，互相练习。但将来要用到的时阵，你袂感觉是轻松。第9项，你用友谊的保持联络，然后探访你迄个未信主的朋友。第3律，7月到9月中间，你甲你的属灵的同伴，对会当邀请2、3对基督徒夫妇安排一个较长的时间。邀请你所认领迄个朋友、迄个亲人，做伫一个较安静环境中间，分享你的人生观、信仰的挑战甲见证，然后送伊福音的册，然后迄个所在来做一种开始。然后呢，牧师有将5种性质的聚会，即2、3、4、5嘛摆咧伫即个所在，互咱参考。咱会当想，什么款的机会里面，会当邀请咱的朋友做阵甲咱组织用餐，然后伫迄个环境中间，你要安怎来讲到这信仰的精神。即5种的性质的聚会，放伫即个内底，咱会当做参考。11项，个人的时阵，你要办一个报道会较困难。你会当事先了解讲，咱的教会对10月份到12月份开始，啥物团契，有啥物性质的聚会，甲啥物款的报道会，福音的性质即个聚会，你要先了解了后，找适当的时间、适当的场所，甲你的朋友邀请伊做阵来参加教会即个报道会，参加即个团契报道。是一个真要紧的开始，最后一项，陪伴你的新的朋友进入信仰的甘甜甲喜乐，总比家己的信仰来供应，互你的新朋友，互你的朋友嘛，成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，成做掠人的渔夫，这是咱个人甲家庭咱会当注意。所以若呢，伫团契顶面、甲个人、甲家庭顶面，咱有欢喜有即种日子，甲做这个陪伴的时阵，今年年底，到今年年底，咱会成做一个无共款。咱的个人、咱的家庭、咱的团契，会真做无共款。主是一个陪伴的主，咱的上帝是一个宣告的上帝。安尼咱要讲，咱伫耶稣基督内面，咱要来回应上帝要救万民、万国的人这种计划，咱要来回应。2024年，咱的这1年时间，放伫咱的团契中间，放伫咱的家庭中间。放伫咱个人内，你会当要做，你嘛会当拒绝。上帝真大话点伫咱的心中，若是安尼，你的感动，就是真做你要做行动的开始。原来伫上帝安慰的中间，来真做即种快乐，互咱会当去做。今年度，咱嘛会当做即种礼拜，但先咱就爱困落，手持落，毋是要伫遐困，是要起跑。起跑进前，爱有祈祷，爱有谦卑。三个当时嘛，来祈祷。专门主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
互咱进入一个新的年度。上帝，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上帝，你是一个陪伴的上帝。你用阮真长的时间来做这种的陪伴，咱是上帝，你本身要来到这个世间，互做一人安尼来得到去，甲得到帮助，甲成就。这个福音的工作已经来到伫阮的手中，是迄世纪所有的教会、所有的基督徒的手中。主，阮安怎回应这一切？阮需要目头开去看上帝你安排的这历史中间，你安怎找见先知，找见这以色列百姓用这个使徒，互阮伫今仔日21世纪的新的以色列百姓，永远伫这个世代，阮永远领受上帝你这种的找见。当阮到伫年底中间，还佫有一段真长的时间时，阮是毋是主伫主的面前，阮三个来想，阮团契要安怎做一领伊的工作甲平安，阮的个人甲阮的家庭要安来做一领伊这个事工。上帝求你帮助阮，在阮有信心的跪在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真正有真侪创意，会当想出真侪真好的陪伴的方法。伫这个方法的进前，阮需要谦卑伫你的面前来做祈祷，祈求上帝你互阮的气力，然后阮准备要出发，往面对这段宣告修行的这个目标来跑走。愿主你在阮的气力伫阮的中间，保守阮今年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，个人有上倍气力甲上倍恩赐，要伫面对将所有的事情献伫主你面前。愿主你感动阮的心声，也将这祈祷摆伫主你面前，安尼献上感谢，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。